气象署发布轻度风台微拍的这个海上警报，这2天呢是上接近台湾的。东北部就要注意落大雨，花莲台东会落大水雨。另外，航空局表示，讲19基隆马祖、南竿东引东部地区含小三通的航线会全部停航。旅客排队坐船，对东港欧小琉球东流38亿元正常营运。不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业者已经打出公告，19号提前上班，伫早起就会出尾班船。轻度风台未拍，中心伫鹅銮鼻的南东远的海面向西北西来进行，暴风圈则慢慢进入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南部甲东沙岛海面拢伫警戒范围。整个季风低压它的云系带来的影响，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之下，东半部的雨势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它的雨势会相当的明显。此外，在风力的部分，随着台风在逐渐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微拍风台位伫季风低压带内底环流真快。18下晡了后，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陆续雨，愈暗雨会愈明显。东半部雨会愈来愈大，南投山区、高屏山区、大台北山区、甲基隆北海岸也开始雨。19日时开始雨的所在，对宜兰一路来到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一直到20礼拜，东半部雨势较热，不过也受局部大雨。气象专家分析，微拍风台伫通过巴士海峡时，暴风圈卡到海境范围的边仔，不过伫陆地也有一节未发布路径，不过要注意拄到年度的大楼。礼拜西半部的严风较低所在海水倒流。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专家分析，虽然未拍风台雨势是观察重点，不过风台移动过程环流带来强阵风，尤其是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会更较透。气象署已经对新竹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甲高屏地区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指出，带来风台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也转为阵雨，东半部甲屏东受大量雨雨机会。下礼拜1、2起，因为季风低压大量的水汽，其中有热带系统发展，可能有地灾天气，也需要再观察。记者综合报道。